大家好，今日分享一個八字命盤，丙火男日主坐食神。之前集數有講過，食神咧係有利學習同埋口才嘅，但係唔好咧會放喺情慾方面啦。講多個十神就係劫財，先講劫財嘅好處，佢會怕輸，所以佢會好努力，社交能力強。點咧就會因為內心嘅匱乏唔滿足而造成一啲人格有問題，口才啊、婚外情啊問題等等。而命盤咧，命主咧係已婚嘅，佢喺呢個大運入邊咧，除咗認識第三者試一次，點解咧？我哋嚟睇睇嗱，劫財食神大運見財，因為內心匱乏唔滿足，用食神咧去生財，咁即係用口甜舌滑去認識一啲異性。劫財見財，其中個意思咧就係除咗對正宮以外嘅女人咧，個個都好。以上係一啲向住低頻方向行嘅命盤嚟嘅。命主係我認識多年嘅朋友，佢好聰明嘅。如果命主咧用佢食神嘅口才、劫財嘅社交能力，喺而家呢一個食傷嘅大運入邊咧，其實係對命主係好嘅，應該專心向住一種技能、一個領域去發展，將能力咧放喺事業上面，相信會更上一層樓。講住咁多先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